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项研究，用于情感分析的人工智能和面部识别技术已经在东突厥散的维吾尔人中进行了测试。一位软件工程师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该系统已安装在该地区的警察系统中。人权活动家看到了指控的证据，并表示该行为令人震惊。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据悉，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该软件工程师要求不公开姓名。他已同意与 BBC 的调查新闻节目 Panorama 举行会谈，工程师工作的公司名称也未公开。工程师向 BBC 展示了5名囚犯的照片，声称已安装了情绪识别系统。工程师还说，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检测和分析面部表情和皮肤毛孔的微小变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他表示，欧盟某些人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这不可接受，也绝对行不通。他再次强调，欧中投资协定不是单方面的照顾和恩赐，双方若搞政治对抗和经济脱钩，不符合欧方利益，也不可能长久。王毅提到，当布鲁塞尔就东突厥散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时，北京感到震惊，质疑一个战略伙伴怎么会采取这种行动。他也再次否认东突厥散种族灭绝指控，指其违背事实和常识，挑战智商和良知。布鲁塞尔于3月将被指控在维吾尔人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列入黑名单，并置予制裁。北京抗议并随后进行反制裁。2位知情消息人士称，中国市场监管机构开始对国内2大房屋中介贝壳找房进行反垄断调查。腾讯控股是该公司的大股东，这是中国监管机构对撮合买家和卖家的平台公司进行的最新一起调查。监管机构指出，其中的数家公司剥夺消费者。国家市监总局上个月对阿里巴巴在中国境内网售垄断行为处以128.28亿元人民币的重罚，创纪录新高。据报道，贝壳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左晖因疾病意外恶化，于2021年5月20日去世。根据一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流传的、目前仍未解密的美国情报机构报告，武汉病毒研究所3位研究人员因患重病于2019年11月寻求就医治疗。从最初在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以来，特朗普及其盟友就反复使用了中国病毒一词和其他博弈词。去年，一张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笔记照片被公开，代表冠状病毒的 corona 一词被划掉，并加上了 Chinese 字样。特朗普为他使用该词辩护说，因他来自中国，我希望能表达得更准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曾将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而被美国华裔民权联盟于本周起诉。该组织认为，特朗普使用该词组和其他类似语言伤害了华裔美国人社群。